繼續過來關心，這總統賴清德已經對施瓦蒂尼飛轉來到台灣，咱空軍是派4架 F-16的戰機來陪伴飛行。其實賴總統這抓安尼來回，攏是坐這四國的專機，而且因的副總理查杜利攏有做回來行動。賴總統有特別甲感謝，也強調這台灣袂因為國際的打壓就安尼丟棄。雖然講這行程有小可受到阻礙，也毋過伊這抓也互國際會當看到台灣人行向世界的決心。我們回來了，歷經了84個小時，來回25000公里的飛行，我們圓滿地完成了這一次拜訪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務。訪問史瓦蒂尼行程結束，總統賴清德5號早回來，在桃園機場發表談話。中華民國台灣用行動證明，真正國力的展現，不在於讓別人屈服，而應該是為所有人帶來幸福。你是航空版的溫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。進前擔任特使來台灣陪賴總統去史瓦蒂尼的副總理查杜利，擱再送訪問團登來台灣。賴總統回程也是坐史瓦蒂尼 A340的專機，毋過起飛了後就走東南邊，毋知馬達加斯加、毛里西斯等非航情報區，飛擱較向南的路線，閃開中國的領空，甲敏感的南海航線，擱再飛過印尼、菲律賓登來台灣，中途是無停靠加油。因為專機一路真受關注，佇航班追蹤網站相關超過1萬人追蹤，成做全球上長的航班。實際上，國家元首之間的相互訪問，本來就是再平凡不過。就像我們出門拜訪朋友一樣，是每一個國家的基本權利。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撓，反而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民走向世界的堅定決心和意志。賴總統強調，台灣袂因為打壓就久轉來。這個行程雖然一時受到阻礙，不過顛倒讓世界看到台灣人走向世界的決心甲意志。凡是真正希望中華民國台灣能夠走向國際，被全世界看見的國人，都會更多的祝福跟期待。而對那些非常生氣的、冷言冷語的，就是當初在阻撓總統出訪的黑手。我相信這個黑手以及我們在外交競爭的對手都在對岸。行政院長杜榮泰是表示，賴總統這次出訪，讓國人是料想未到，不過也真鼓舞人，相信國內敢若有隊友，不是走動的對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